呢度係拉斯維加斯西南區89117涉曲。呢度係呢個社區嘅呢條街。呢度嘅社區管理費係30蚊一個月。呢間屋係一層屋，1700幾尺，有3間房，2個浴室。呢度係屋嘅側邊。呢部冷氣機睇落都係好新淨嘅，都係新換過。前院係鋪咗石仔 Desert Landscape。呢度係屋嘅另一邊，左手邊。呢度係正門入口。呢度有一個嘅 front porch。呢間屋係一個需要翻新嘅屋嚟嘅，地氈已經係拆走咗，因為太污糟。咁呢度一入門口，呢度係個前廳，然之後呢邊係飯廳。望返轉頭入門口嘅位置係咁樣嘅，前客廳、飯廳喺呢邊。然之後呢度有一個 closet， 然之後後客廳 family room 呢邊呢有個 fireplace， 後客廳同埋廚房呢邊係鋪咗地磚地嘅。呢度嘅樓高大概係9尺，呢度係廚房。啲櫃呢啲都需要翻新一下或者係更換。呢度廚房有個 pantry， 然之後走廊呢邊係通去3個房間嘅。左手邊呢一度，呢度都有個 linen closet， 然之後呢個係個主人房。然之後呢邊係主人房嘅浴室，有 double sink。試過呢啲下水啊、落水嘅地方都冇問題嘅，係需要一啲嘅維修。呢個見到個 sink 好似有個裂縫喺度，其他 condition 都 OK 嘅，上水下水。呢邊係個 walk-in closet， 然之後呢度係浴缸同埋企缸係分開嘅。然之後後邊呢邊係個廁所。再過嚟走廊呢邊係另外2間客房，呢個係第一間客房，有個 closet， 然之後再過隔離係第2間客房，然之後呢邊係 laundry room 洗衣房。呢度係個車房，呢個車房嘅 garage 門
同埋呢一個嘅 garage opener 都係新嘅，都係屋主新換過嘅。熱水爐喺呢邊，熱水爐呢度上面寫咗日期係19年，應該係19年嘅時候安裝嘅。再返嚟走廊呢邊係 hallway 嘅 share bathroom。全屋都需要油漆做翻啲翻新，主要係裝修嘅嘢啫。廁所都有沖過，都冇問題嘅。再嚟，我哋睇埋後院呢度 sliding door 出去。呢個後院門有啲緊，需要換一換嗰個底下個碌。呢度後院有一個嘅 cover patio 嘅位置，鋪咗水泥地，跟住外面鋪咗石仔，有2棵樹。呢度係間屋嘅後面，嗰邊有個 side gate 可以通返去前院。呢棵樹睇落都好似已經係枯咗啦，乾得滯。呢棵樹都仲好好。